Hello，因帕萨金确实给多提上，因和波提白的波提么的因波提高，他的汉语说的跟中国人一样好。他的汉语说的跟中国人一样好。那我帕萨金立刻讲困境，说的一样好。衣服有谁？你那的衣服你那根据看图片，根据提示说图片中的情况不一样。那本的色身哇色身，咩样你们色身嘛把衬衣，咩样不去讲，可以本的色去讲了。颜色你们不去讲嘛吧？你们颜色嘛你们色灯。黑色、红色，房子，咩样不去讲了？房子去讲他们吧。胖瘦，排胖排瘦。杯子，做杯子去讲吧，这本一样吗？天气，你们吧，咪打温，你呢？明天我呀，咪买来啊，可以不走的阴天啊，你们晴天个玩意不走了，这本了这个了，咪带问咪写的。送呢？根据实际情况回答问题。根据实际情况，那么这本来样情况个玩意儿。沙糖内瓦沙糖的根据情况回答问题。回本啊，情况没样，这根据情况，它的海洋、流洋，个带着话情况没样。根据情况，根据流洋嘛，这玩意儿。根据情况，情况。สิ่งที่เกิดขึ้น那么讲那个坑身体跟坑讲那跟坑啊情况当替哇根据嘛当替嘛根据情况当身体跟坑讲那跟坑回答你多呢看堂回答问题你们去讲的多样我现在吃的越来越多我的汉语说的讲的蛮完越来越可以挖了汉坑养坑了越来越我汉语说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差这样我越来越不理我觉得语法越来越容易越来越难我做的饭越来越好吃我跑步跑得越来越快我打篮球打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可以我了很厉来去讲更好啊突门个更好门离挂门里门离挂门去讲你话越来越我越来越爱你
可以多摆那个马周来刮，更刮啊，越来越，我来点嘛吧，你的房多越来越黑，越来越大。在教室，大三，老师大三，OK。那个色弗朗马可嘛吧，已经我们大三，你不，你姓大，你不可能。马可，你中文越说越好了。会不会阿提白了？哪里？我们班王静说的更好。哪里？มันคือการนี่พูดมาทันพายอยู่ใส่อ่ะ哪里มั้งคือการจะสุภาพมี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ว่าจะเก่งไรจะว่า不ไม่คือการนั้น不ไม่啊不是个他就ว่า哪里มันจะว่ามันสุภาพ他ความว่าทันจะเก่งไรจะว่ามาแล้วคุยเก่งไรจะบอกมัน不的哪里你ว่าได้ปังคำมันจะว่าได้ปังคำมันจะ不动ไม่吧จะ呼啊哪里ได้ความว่าจะ来了当咱们哪里我说你说中文说的很好哪里我说你有很多钱你很富有你就多ว่า哪里个的啊哪里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啊你技术很好技术这 technique 个给来哪里我们班王静说的更好我们班红不好班呢也那么讲的话班没吧我们言语那么讲王静的是王静说的怎么好那李长呆怎么他的汉语说的跟中国人一样好他的汉语说的跟中国人一样好说的跟中国人一样好跟会不挖了跟去嘎那和中国人一样好知道吧跟个的和个的啊他说的和中国人一样好与中国人一样好你与个讲的与和跟我像中国人一样好对的王晶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名字เป็นยังคุย不可引ว่าเสือนี่王晶他是我们的汉语老师那我们阿张汉语老师可以不忘了在蛋糕店有汉 cake bakery cake 蛋糕 cake 店这有店啊样商店啊别吃了你已经吃了3块养进了就进了3块可以给我了呢去看蛋糕呢那个挖块没吧对就挖块1块钱2块钱那个挖块块มันคือกังบางครั้งคือการนี่ข้าวจีอาเค้ก不买อันนี้ว่า条一条บางครั้งมันว่า一个没吧他จะว่า摸มา一头猪那嘛猪啊那摸多นึง这是最后一块你们一块最后蔬菜啊他总是吃甜的东西会越吃越胖总是我看见了啊乐总是突围辣个吃甜的东西甜丸啊东西生2个丸又要进生丸会越吃越胖你演了不胡了你放心王仔我一定不会变胖男仔一定啊变胖多会不完了病阳我们家的人都很瘦
受拽啊，吃不胖。我们家的人可亏啊。你们在山上有tem铺，我有点害怕，会养女啊，有点。怎么了？山越高，路越难找。铺松来可以躺个下来，我也越爬越冷。开一个坑啊，坑那个护士挠，不用担心，有我呢。不懂玩娃啊，不玩娃嘛，希望不懂莫忘不担心，不担心莫忘拉忘不懂拉忘啊，不懂拉忘，不懂忘个的拉忘个的嘛吧，不拉忘嘛，关心不担心个忘个的，不懂忘有我呢，也可以。我对这儿比较了解，对佢话了大家，这儿听你比较了解เข้าใจ比較佢講เข้าใจกว่า啊，เข้าใจ來的比較嘛，我西洋嘅話嘛來กว่า佢講過了，你比較好，就你กว่า可以，你比我好，你比較好。แต่不买收你最好我们再来离题数。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爬坡，一会儿你了话一会儿的，你这方块嘛话一会儿的特点。他话你嘛会嘛那个一没吧？他这话会上嘛你嘛一会儿没吧？那个变啊。一会儿啊，好，一会儿我们可以从中间这条路上去，中间看没不？有看堂中间看 TU 看不汤 TU 看中间的这条路啊，中间的上去坑白上去。我已經不懂阿提白了，เดี๋ยวนี้确实还多题上面播少的啊，看上回话特能中文班一样，最后放心一定。佢話啦，他不了嘛話咪不有家呢就在本啊呢，你話定嘛話他呢話能送上嘛話一起。对啊，那我批了个不必要个干那么不必要的，在小明家有很小明啊，你们同学们摸一老王，你的眼睛怎么跟大熊猫一样了？你的眼睛不像大跟大熊猫，会个话了熊猫，不了那个眼了，熊嘛熊的，猫嘛喵啊，熊猫啊潘达啊。潘达的大熊猫一样了，这个和潘达呢，那大压抑没吧？上那了话，怎么跟大熊猫一样了？跟刚那大便压一样，那怕啥了话样肿了的，会怕啥了话样啊？
我肿了个它就演了，你看上吧。肿，不白的可以演，找试下。我的怕啥老嘛哇，can 步，我那个话步的，看步，蹦就好了，肿，那大肿了嘛，那哇去跟大熊猫一样。我这几天脚疼，那借顶脚顶没休息好，可以把体摆休息好。我也没把突梦着我可以话来休息没，体摆走眼里走的眼火，走的呼来了，去医院了吗？医院可不懂了嘛，红魔了吧？医生说汤姆，医生说什么？他让我多休息，休息的越多，好的越快。休息的越多，好的越快。跑来个人，坑边坑里了歪。下个月的篮球比赛 basketball 比赛，看比赛，你能参加吗？参加哇，我考。OK， 回天那参加比赛有那么个？回我不特参加，天外个不好，天啥个不有？参加比赛，อัตราส่วนการมีส่วนร่วม มีส่วนร่วมใน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ไม่บอกเข้าห้องมา参加อันนี้แข่งขันมีส่วนร่วมใน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แข่งขันมาว่า比赛啊เข้าห้องนี่มามีส่วนร่วมใน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เข้าห้องแข่งขัน参加比赛啊比赛看看找考荒你参加吗？一定能参加。那在考荒参加，一点影响也没有。影响，敢不光不影响个一点影响都没有。平阳。一点影响都没有，影响白话internet มันมีแล้ววะ还长的一点影响都没有，มันมี那个มันมี一点影响都没有。可以看 internet มันมีแล้วนี่อธิบายได้ใช้ internet 影响去讲找海洋个算来不离啊，可以离都怎么了？这光可以去讲，这光可以了，可以变不离了，影响我学习，可以讲那言语个就令短地没不，就相当，这可以言不离影响，别影响我算了哇，得了你们了哇。
然后影响你休息嘛。然后过了不里面把它打变光了，肿了，他的眼睛肿了，那个变压抑那个啊，然后让呀靠往看个影响他比赛嘛，看看的啊。你们拼音。越爱越比跟你去话来了嘛，越爱嘛越怎么样，越怎么样，很个样。越爱越比表示比随着爱的变化啊，你比爱变那个比个变，爱变离比变离，爱变不离比个变不离，变很难去讲这乎的，怕啥老米的，个可以放宽了甩，怕啥年了不走，会要很的，会往越来越大，雨越下越大。你的中文越说越好，越往南，天气越热，往南会话ไปภาคใต้往北ไปภาคเหนือ往呢，往上往下往个话来的啊，他是看老人不会话的往话来的往里往们个讲 English 话 toward 那往那里啊，天气越热。天气阿嘎越热，山越高，路越难走。山坡高。完成句子。这个电影越看越想看，明白吗？越看越想看。得算了吧，笨了个不要笨了的，我笨了也笨，你可以不是。我们越聊越有劲。越有兴趣，越聊越想聊的，他越担心，他越小的呢，他年龄越小越对不但越小年龄不嘛突别个越一变样了，他越大我越担心那个不听了吗？他越来越病，对呀，你嘛越来越病，我越担心他越这样说，我越担心给他点明白了话呢，都不懂话的了呀话，我越担心。话样的话呢，担心嘛话，莫忘话，不能忘话，拉忘担心。对你 internet 个么咪的吧？他就话他还养个就问话，越担心。呀，去讲担心。他还养不离了，还养他不小心，他越漂亮个样的越漂亮，我越担心嘛。那个边那个咪ผู้บ่าวว่ามันผู้ชายว่ามันมีความรักหาเรามาเรา比较注意 A 跟 B 一样 ，A 跟 B 一样你们去讲啊。表示 A 和 B 两者相比较结果相同，后边可以用形容词表示比较的某一方面，如一样大，表示大小相同。否定式是在一样的前边加不。一样会话去讲你们互晒来了嘛？这本书跟那本书一样，去讲排个胡了。本和你跟本和那儿子跟爸爸一样高，这辆车的颜色跟那辆车不一样，他就要话不
不去讲话这谁不有那个的了，不一样。他的汉语说的跟中国人一样好。我怕啥进去讲环境话一样好，你去讲。我的杯子跟你的杯子一样好，一样大，给他们压一去讲。今天的生词和昨天的生词给他讲，和昨天的一样难，一样容易，一样有趣，一样聪明，给他和我一样聪明，我和你一样聪明。这话猴子我那宁跟马一样聪明，猴子和狗一样聪明。朗读下列短语和句子，你们按试试啊，把那个等你们还要帮听长台。你在哪个班啊？红颜学习汉语，别担心啊！算了，我个别个会别担心，他马上就到家了，马上就到家会活本。这件事比较难啊！帮看没看我比较较那个没想来的嘛，那可以说，那我个想，去讲比较不买力啊，那个学校跟没想怂啊，快买个不去讲。这件事比较难，你再给我几天的教的帮看没看了我就想上比较难个话，这房环境的话，那个咪比较难个咪的，算了个话教哦。这件事比较难，你再给我几天时间，这还可以咱们为啥子？你想不想去参加那么考环爬山比赛？爬山比赛过个年了，basketball 看看你们爬山看铺，少玩一会儿电子游戏吧。电子游戏哇劲啊那！电子游戏有你这个电子游戏，去讲晒发一个我电子游戏没不？肯定吐露啥电子游戏？那个样个连那个话电子游戏给他晒了发，带着令牌啊，去讲那个爽快啊，那个游戏啊，这 Hello 沙巴迪垃圾袋。买吧，少玩一会儿，那要玩一会儿电子游戏吧，可以玩那你跟嘛电子游戏嘛，吐露沙你跟不买那你牌不买带诺伊你那么讲有帮啊那，啊，这被社会不很早了，可以要被说走没吧？那玩游戏没来啊，别影响那么影响。可以玩了影响，那就你 internet 带了不会崩，不带个不好，别影响，别带了，别影响。อิทธิพล อิทธิพล อิทธิพล 不，อิทธิพล别影响了学习，这令跟那个影响了学习，多白样。放心，会给我了网站。你怎么又迟到了？对不起，这是
最后一次，明白？蔬菜最后一次吞蔬菜，以后一定不迟到。以后啊，康朗对吧？康朗一定能在不迟到，迟到会被妈杀。你吃这么多，会越来越胖。放心，明白？放心，我每天都运动。图么个运动啊？那么运动啊，我敢那个。怎么知道他？你怎么知道他会来？我很了解他，他每天都在这儿吃饭。了解，这我可以靠在这互宽这个我可以护照个了解的，我了解你。你想要哪本书，就要本红带是个的那是红带哪本？中间的那一本，中间有看没有？下午你打算做什么？打算网盘，明白？这网盘也一样。我想先去超市，买点东西。先嘛個明白？可以by supermarket second 個先去。對 passaging say有個 verb。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可以不挖了本你那个数图片，你 CV 啦，可以本那个样课样填，根据课文回答问题。你给去讲的，你看谈完整的汉语说的怎么样？为什么？你们说的越来越好？为什么饼洋呢？可以给我这了。小刚一共吃了几块蛋糕了，进了。K 小丽觉得小刚越来越胖，为什么？这本了播个户了。汉字知识，形声字，这个验了的没吧？验了指示字，指示字，会意字，另外形声字。形声字呢，现代汉语中70%左右的汉字都是形声字。那我们来提出来解释 percentage。形声字由形旁和声旁两部分组成。形旁表示汉字的意思，声旁表示汉字的发音。在左右几个包括两种语的左形右声，即形旁在左边，声在右边。那往看上镜，米来了会挖形声字，并要挖形声字呢？去讲的妈，明白多样妈，你话行了去叫个框埋，你话生你挖想嘛去讲的，并且妈你话马，明白？叫个你配音个妹，明白？妹就莫婆妹妈妈，上那你去讲你看上面形声字咪来，算来嘛有塞你话形旁话你话声旁，你够噶想，上那他们那就本看上这不户这本来你个就挖就户挖了没不？框埋这本来你叫个爸妈框埋去讲样，没不？这样怕啥经个不压抑的，帮康宽经个挖皮个米的，那不户看上来，那本来你那挖你得不没挖你啊，样挖不去讲个米。那个去讲，那看上个米来的，不去讲你好，这不没话子没嘛，女子，你不没形声字，你们指示字吧，不应该，你有干嘛么离，你不没想没吧？他你话是屌是话子。你想去讲的话，形声字啊，
米来了这户形声字，另一种是右形左声。那话去讲你嘛，有塞你放嘛话晚嘛，晚塞有塞晚啊，这晚塞有塞，这放哪里？这个东西放哪里？啊，你们想有塞，啊，你框埋有挂，明白？放啊你这话你试试这个话放，明白？上那话放，没想嘛去讲该讲，不没想去讲，啊你话去讲对明白？凝啊你话凝聚，啊你话想命令酸可以酸造还样，上造还几还样，你话命令令，但你话凝啊，你叫讲呼耳朵啊，叫讲呼耳朵嘛就该加造这个呼凝聚嘛，凝聚该加造。OK 嘛，那就呼形声字没样了。啊，你们看高变看埋可以给挖了，挖来特上课中间课间中间上课可以挖了考研考红烟送么能啊那给个啊有康你嘛课间嘛不课间嘛就海洋在爬坡谁那天有劲讲为太阳来嘛爬坡谁那天搞了你不会去讲八通话那么爬坡谁下那天八通波个话爬坡谁下那天别人可以不会了你为了可以话本可以了嘛谁下那天话课间海洋呢绑康จะไปนิ่งเก่งก็ได้ไหมโอ้ไปใส่ไปห้องน้ำไม่บอกไป做课间操ไป那海洋我赶那该น้อยก็ได้อ่ะ爬坡课间爬山路上山路爬山嘛坑铺路上嘛汤ไป铺嘛山路参加可以话了考花比赛看参加比赛话参赛考看บ่คือ讲เจ้าก็บ่เล่นอันนั้นแข่งเล่นอ่ะเจ้าก็อย่าไปเล่นก็เจ้า参加比赛เจ้าว่า参加比赛ก็ได้อ่ะ你们看上面嘛就会参赛个มา参加比赛ก็คือเนี่ย嘛离婚嘛离开结婚这离开结婚嘛没看话的话离婚个离婚啊双人活动小组活动里嘛没了啊我ไม่ยายแย่นี่อย่างภาษาพูด俗语啊俗语มันนี่俗语ไม่ยัง商人行必有我师啊商人行必有我师哎呀 OK 嘛ฟังเราอธิบายกันเราอธิบายมาเราอธิบายลายมาถ้าคุย不这样อธิบายให้เจ้ามาคุยให้เจ้า商人行必有我师意思三个人一起走路里边一定有一个人可以做我的老师这就用来比喻别人身上可能有我们没有的优点我们学习别人身上的优点商人行必有我师ว่าสังควายไปน้ำกังก็ในใจมีความเลี้ยวเป็นอาจังคุยก็ได้แม่อันนี้คือการเนี่ยว่ามาควายจะตรงแย่ไหมบ่ควายก็ทุกควายก็มีเราคู่ควายคู่จะ不คู่的商人行必有我师他这款离这样远没这本的特点没吧？他这本哦，就上康来，哦，铺在款二个问啊，就啊可以变阿张，就送款嘛，那些那不没商人行必有我师。บางครั้งมันจะมีความคู่หลายกว่าเราตัวกูได้แล้วยังว่าความว่าแล้วก็มี
宽货嘛吧，不买那个不拿条牌宽不理嘛吧，伤人心必有我师，那你们帮看嘛哇嘎的诺也帮看嘛，哎，这样讲模式也有那么讲这个哇理嘛拿条牌啊，这户老板们光什么来刮这个哇哦，没三个老板还样。不变样可以话走，伤人心必有我师。伤人心啊！你妈才高了，爸妈咋胖必败了，伤人心必有我师。伤人心必有我师也，OK 啊，然后你呢？没那样。